你得来两烧菜？火灾呀！那个冒出去的，你得来。哟，妹子啊，比他个人子玩哈。自看一下，阿子看。下面站上矿，胜利三房子。今朝带你走去大高水头5斤啊。穿过金门，现在你来到是乌龙会场个地方子。上塘路、下塘路、南塘路、三塘路、云路、大街市。有些妹子个要求，有毛子2块8角，还吃这个8角？还吃个？今朝是我养出来到现在，3塘高最热个一日天，我身上件衣裳干子衫、衫子干，我记得屋里向倒一倒，面粉这个舒服菜脱，起码烤前半个海里发毛衣。你上已经吃脱着？我当时问我了，说那个不接个8角我的嘞。我父母话讲3天6个海吃，上当。给我1块嘛，20块就给我1块嘛，我偷吃饭钱吗？那我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，我也不能特地你说30我就30买的呀。那称斤的个。给军部看吃还吃。我当你吃了。搞了一拱啊，吃这个。冬天刚结富海，小妹子已经迫不及待着吃，那哈子的？还吃啊？还吃。来弄哈，热呀！你看来。我开始远看，我以为这怎么多汗？知道我说可能是服装设计师印花的，再一个我确真的是汗，是像印花的。你远照一看，创意印花。来，春天就要来了，春天要分担，冬天要分冬分。鱼呢，西河边，你2人各吃1碗。还吃得来的。还个种我特殊功能，对于妹子个嗅觉灵敏。那边多来啊，这样我也吃，我也用，我也不这样。一会还长另外，谁的海龙是年纪轻，30日，你8角吃点猪肉天肉子，讲不讲出来该不该？一路走一路吃，最主点送我2斤。你看几点？我来认个路，我看着。刚才谁帮你讲我来认路？认路。一个人来的2班的，我还有这个毛啊，再来对吧？现在这个弄一个专属毛的。你也吃了我毛的。多少钱的这个？别客气。你从忙石油走到官田港走到平江路，平江路走到3塘港，随时会知到一个地方来。一走进来后汤之外，空调开了没有啊？开了。我们也是刚开门。我养出来到现在，等于到吃鸡子。你吃出来啥么子？说实在话，不打出米来了。那来2细品。58块你背得来，不漂亮的，你这种成年3个成人腰围了还。可是你2人才欢喜男人。反正那个屁我不欢喜男人的。漂亮的不舍得吃，还吃得来不舍得下去。阿呆，妹子，你来到路搭去？和你书店。你去看书啊？对，我喜欢看传记。听说来《红楼梦》看过4遍啊？读书了还是写书啊？正规了4大名著4本。关我3样看吧。我对书店的印象定下了新华书店和文化市场。想不到一个地方原上点人呐！不晓得是来看书的还是讲难嘛？你那也看衣裳长，你不是来看书的嘛？一件上领个，你也试试。领个，来试试呢。我的分账呀。分账也不要紧呀。绝对领。一个地方空间不错啊，你上个星期要看书啊。我发现到来得了一台美景，宫殿园林，充满风花气息。中国大陆只此一般，别无分啊。可惜不是我的菜。整个温湘上工业园区，位于给当地人看书的地方，爱特。你哪一本？我不要看，你看的，你哪本啥个书啦？应该是。一本我看过的《乱世佳人》，讲无意的无影的，初中的谁看过的？当时光情窦初开，现在我不看着，因为再也不相信爱情。